佳景康城3期珍稀園嘅全新嘅新樓，而且係現樓。咁依家14棟現樓發售，我哋依家上嚟到14棟139平方米嘅4房2廳2衛嘅戶型啊！咁啊，從廚房可以睇得到啦，佢成個膠標咧係非常之好嘅，全部品牌嘅精裝膠附。門口位、鞋櫃位已經係做好嘅啦。咁呢邊咧係客廳，客廳出邊有個主陽台。咁呢邊咧係餐廳，餐廳出邊咧亦都有一個陽台嘅。咁呢邊咧係一個 L 型嘅陽台嘅佈局咧，可以擺放我哋嘅洗衣機啦，同埋有晾曬嘅空間可以俾到你嘅。跟住再過嚟到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客廳啦。咁啊，成個餐客廳嘅話咧，長度有12米啦，咁寬度咧有5米嘅。咁啊，依家可以見得到咧，成個餐客廳連接我哋嘅陽台，睇得到咧係小區中庭園林嘅景觀啦，超200米嘅樓間距。咁呢個係樓王單位，而且係現樓發售。咁可以睇得到咧，佢成個餐客廳係非常之方正嘅。咁啊，全屋嘅中央空調做好嘅啦。咁全部咧都係品牌進口嘅精裝嘅膠附。咁呢個咧係佢公區嘅洗手間。咁可以見得到咧3段式嘅經典嘅佈局咧，帶有一個明窗啦。咁啊，見得到全部咧衛浴配件、5金配件，全部都係進口嘅品牌啦。跟住再入嚟到入邊啦，咁啊有4間房啦。咁第一間客房咧就係睇我哋小區中庭園林景觀嘅一間客房啦。衣櫃嘅位置啦，咁啊中央空調啦，跟住床頭位啦，跟住呢邊咧落地嘅大窗戶啦，睇得到咧小區嘅園景係盡收眼底嘅。咁啊呢間咧係其中嘅一間房，咁我哋可以見得到咧成間房係非常之方正嘅。咁啊喺佢對面咧仲有另一間客房嘅，咁呢間客房咧可以作為一個書房或者係兒童房去打造嘅。咁啊由於全屋嘅中央空調已經做好嘅啦，所以擺放係非常之方便。咁呢度睇嘅景觀更加之靚嚇，直接係望到我哋小區中庭最闊嘅一個園林景觀。跟住咧再睇得到啦，咁入邊咧仲有一間房嘅，咁呢間房嘅話咧係第3間客房，咁啊最挨近我哋嘅主人房啦。咁呢邊咧亦都可以見得到啦，咁全部細節已經係同大家做好嘅啦。咁啊再入嚟嘅入邊咧就係主人房嘅位置啦。咁主人房咧係一間套間嚟嘅，咁啊成間房嘅話咧面積咧有將近15個平方啦。咁呢邊咧係睇小區最中庭園林嘅景觀啦，視野各方面都係相當之好嘅一個景觀視野嚇。咁啊1.8米2米嘅床冇問題啦，整體嘅衣櫃做好晒㗎啦，一個轉角嘅大衣櫃。咁啊銜接入邊咧就係佢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啦，3段式嘅佈局啦，喺我哋嘅小區成個園林景觀盡收眼底嘅咁樣嘅一個樓王單位戶型，而且係現樓發售。如果你喺珠海、澳門、喺香港過嚟，想揾一套近珠海拱北口岸嘅精裝嘅4房攞嚟自己居住嘅話咧，呢一套房你值得過嚟睇一睇。